接下嚟呢出戲由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一級演員麥玉清老師搭檔廣東省曲藝大賽專業組金獎得主潘景超共同演繹經典名劇《斬經堂》。潘景超師承中國戲劇梅花獎2度梅得主一級演員，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歐海明。而《斬經堂》呢出戲呢，都係歐海明嘅經典名劇。今日由潘景超接棒演出，等我哋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麥玉清、潘景超兩位帶嚟《斬經堂》。身似孤舟逢太浪
是歡聚平夜安，是家山人夜望，聲聲清清揚揚，真能中菩薩心唱。今夜信女王難應，可否逢夜空花真難唱，淚眼看輕煙了人亂。月色也悲涼。公主，請坐。坐嘛。辛苦，身不苦，心最苦。駙馬爺，你講乜嘢呢？哦，冇，我係話公主朝晚品什麼神，念嘅係什麼經啊？哦，提起求神拜佛，講聲出嚟，駙馬休要見笑。此話怎講？駙馬爺請聽啊！黃蘭應朝晚靜靜當在佛堂，偷聽念佛，偷聽可婆婆嘅。我最歌為願內，不君參透神靈。
你何所問？請直說無妨。家有世仇，婆婆其怨吐血象。今問仇家何名姓？拆子居住在何方呢？這個江雅傳，吾家殺父仇，一言難盡講。吾家仇恨，吾家事，無須公子問丁祥，問丁祥。駙馬言差矣。妾是吾家人，我當為吾家上，縱是仇家勢位比天高，我家父王位極雲霄上，仇家仲在天腳底，一將王榜要他無處藏，無處藏。江雅傳，仇人勢位比天高，確在雲霄上。若問仇家名和姓，天下早傳揚。緝拿此奸徒，不須添王榜，遠在天腳底，近在我身那破。父王爺，你此話怎講？公主聽雅了，弟父輩深仇，今朝吐血仗，先殺王家女，後追你父王殺。前力查臨朝山漢，我哋同斥奸賊，捨身拔劍護漢王。恨奸賊奪劍行屋，我哋死在金界血流劍上。娘親為報國恨家仇，收藏此劍已有18年長。公主若追問吾家嘅仇人，他就是你家爹爹，姓王名王，為國為家也應熱血冷血，誓金國賊，劍下魔。
父雪恨寫明父漢邦。
無